大家好，我係月仔，歡迎乘搭越來越好專線。大家好，我哋今日一齊嚟參觀第12條路線——竹缺陰乾經。竹缺陰乾經總共有14個穴位，我哋從腳趾公內側嘅大敦穴出發，經過足背、內踝前、腿部內側，從大腿根部上行至胸部肋間，最後到達第6條肋骨嘅間隙，前正中線旁開4寸嘅奇門穴。呢條經脈主要用於改善肝、膽、脾、胃疾病、婦科病以及經脈所牽會其他病症。我哋即將到達太沖站。喂，阿頭啊！太沖穴位於第1、2指骨結合部之前嘅凹陷處中，呢個穴位有平肝息風、清熱利膽、明目嘅功效。呢位靚仔點解你唔開心啊？啱啱老細話份 proposal 要重寫啊！我認真寫咗好耐㗎啦，成日都係咁。本身都心情好靚嘅，而家好 sad 啊，頭又痛啊又花。呢位朋友，我非常明白你嘅心情，因為我老細都係咁。等我教你按摩一下太沖穴啦，我自己都成日要按摩呢個穴位啊！唉，按摩嘅方法好簡單，用拇指指腹按揉到有酸脹感就可以啦。呢個穴位咁耐好痛啊！係咁嘅，因為肝係情緒中主腦，人嘅怒氣往往係沿住肝經嘅路線走。太沖係肝經嘅原穴，亦都係肝經氣血最旺盛嘅穴位。經常嬲豬或者淆底嘅人按有太沖穴會覺得比較痛。按揉太沖穴可以調理肝經嘅氣血，起到疏肝解鬱嘅功效。咁而真係舒服咗好多，心情都靚翻晒。咁就好啦，出嚟玩就係要開心啲先啱嘅嘛。你講得冇錯，我見你放假就唔理佢啦。此外，女子肝為先天，太沖穴可以改善月經不調、痛經、大夏等婦科病症。同時，太沖穴仲可以緩解因肝經風熱導致嘅中風、頭痛頭暈、眼紅腫痛、肝氣不暢導致嘅血痛、肝胃不和導致嘅腹脹，同埋腳背腫痛等病症。溫馨提示：孕婦唔可以按壓呢個穴位啊！如果生活壓力令你成日嬲豬，就跟住我一齊拍打肝經啦！大家可以跟住我哋一齊做。左手邊嘅係比較快嘅活力版，右手邊嘅就會簡單啲。大家準備好未啊？腳趾公練腳背，小腿中、腳眼上、頸骨上、膝頭內、大腿內，再往上面低一低。側腹立端夾一夾，餘下胸前拍一拍。大敦、行間、太沖、中風、禮溝、中刀、膝關、曲泉、陰包、足尾、陰連、腳脈、章門、氣門。大家學識咗未啊？好啦，越來越好專線嘅旅程就到此結束啦。希望喺呢12條經脈嘅旅程中，大家有學到有用嘅知識。12條經脈完咗之後，我哋仲有2個特別行程㗎，記得唔好錯過啦！手足陰陽臟腑神經脈，食按穴位，心得更加足。成日咳嗽拍肺經，肚餓
開便秘大腸經，延年益壽調胃經，祛濕減肥益脾經，海攝生瘡藏心經，肩手疼痛小腸經，腰酸背痛膀胱經，保健鎮腳益腎經，失眠暈車禁心包，神通廣大三焦經，眼蒙口苦找膽經，心情唔靚揾